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19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这个最近大热的DeepSeek。DeepSeek 今天网上这个有一篇文章叫陶瑞，他说DeepSeek 中国的骄傲还是警钟。DeepSeek 的成功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模式的胜利，反而应当从这次逆袭中看到中国模式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个南华早报昨天发表一篇文章，叫 DeepSeek 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小的算力规模，实现了足以匹敌美国顶尖 AI 模型的效果。这项成就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尤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影响不容小觑。DeepSeek 全面开源，有助于缩小智能鸿沟，更被誉为送给发展中国家的一份礼物。也有专家提醒说中国每一次实现软实力突破，都会面临与西方主流媒体影响力的激烈较量。在舆论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媒体的叙事，会试图干扰中国软实力的传播。如何将已经积累起来的影响力加以充分利用，转化为切实的发展优势，同样也是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这是南华早报的一些观点联合早报呢，他认为这个专家的文章说DeepSeek 的成功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模式的胜利，反而应当从这次逆袭中看到中国模式存在的诸多问题。与其说 DeepSeek 为美国敲响警钟，不如说更应当为中国敲响警钟。中国本土人工智能产品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在全球科技界引起巨大震动。发布不久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这应当成为美国产业界的警钟。紧接着，副总统万斯近日在巴黎的 AI 行动峰会上进一步强调，说我们将保护美国的 AI 和晶片技术不被窃取和滥用，并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合作，加强和扩展这些保护措施，阻断敌对势力获取 AI 能力的途径。他还说为了确保美国优势，特朗普政府将确保最强大的 AI 系统必须在美国境内开发。显然，在 DeepSeek 异军突起的背景下，这一言论意有所指，中美 AI 科技大战已然展开。DeepSeek 最新发布的模型在推理能力上展现卓越的性能，部分关键指标已接近甚至超过 OpenAI 的同类产品。它究竟具备何种实力？中国的 AI 发展是否足以撼动美国的技术霸权？在这场关乎全球科技格局的 AI 竞赛中，中美对抗已成不可回避的现实，最终的胜利者将会是谁？这个联合早报网说优化整合而非原创突破。文章说DeepSeek 的成功毋庸置疑，尤其是它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实现重大突破。公司生成模型的开发成本仅约550万美元。虽然这一数字在业界引发广泛质疑，但无论外界如何争论， DeepSeek 作为一款高性价比的产品依然不容忽视。相比研发成本，更关键的是运营成本，即模型运行时消耗的算力资源。在这一点上 DeepSeek 同样表现出色。 DeepSeek 是如何做到物美价廉的呢？这得益于它采取更加节能且高效的模型架构，例如专家混合模型就是 MOE 和多层注意力机制 MLA， 这些技术能够在提升计算效率、降低能耗的同时增强信息处理能力。然而这些技术并非 DeepSeek 原创，而是业界已有成果。 DeepSeek 创新之处在于它成功将这些算法进行集成和应用的优化，最终提升性能远超同类产品。用时髦的话就是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此外，也有传言称 DeepSeek 采取了蒸馏技术，利用 OpenAI 训练自己的模型。蒸馏是一种常见的技术手段，指的是在训练过程中将问题输入给 OpenAI， 通过获取 OpenAI 的答案来进一步优化自身模型，类似一种对答案的过程。这个就是网友说的就是 OpenAI 是在大海里钓鱼，那这个 DeepSeek 呢是在 OpenAI 钓起来的鱼那个鱼护里面放鱼的桶里面钓鱼，那谁的效率高呢？那有人就说了那这个 DeepSeek 是不是侵权呢？专家说是否可以将这种做法视为盗用 OpenAI 的知识产权，至今难以定论。
毕竟外界无法直接接触 OpenAI 的内部代码和推理过程，只能看到输出结果，也就是 DeepSeek 把问题甩给 OpenAI， 也只是得到一个 OpenAI 的结果，而 AI 的输出结果本身不享有版权，也就享有版权的是你的代码，是你那些原创的那些机制，你输出的结果 AI 是没有版权。更加讽刺的是 OpenAI 本身也一直面临涉嫌非法使用他人版权内容来训练自身模型的指控。因此若简单将 DeepSeek 的成功归结为剽窃，显然也不公平。这个专家说的还是比较客观的不是原创就是不是原创，对吧？你只是集成然后优化，但是即便集成优化能取得这样成果，那也是不错的。这个就是之一嘛。许多极具潜力项目缺乏资金支持 ，DeepSeek 的成功让许多中国人倍感自豪。然而，我认为这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模式的胜利，反而应当从这次逆袭中看到中国模式存在的诸多问题。与其说 DeepSeek 为美国敲响警钟，不如说它更应当为中国敲响警钟。这个话还是很有道理的DeepSeek 的成功实属不易。这家由量化投资业务转型而来的初创公司曾尝试融资，但公开资料显示融资之路并不顺畅，背后有多方面原因，主要是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近年来急剧萎缩，于是中国投资者开始更倾向于短期回报快的项目，而非需要长期研发投入的创新性企业。这个跟资本市场有关系了。咱们2024年整个的资本市场 IPO 就相当于停止了。你 IPO 一停止，谁还敢给这个初创企业投资投了之后我也没办法套现，也没办法退出，就不要说它黄了黄了就更没了，打水漂了。即便10家里面有1家活了，那也不能通过你的资本市场退出，那我投资干啥呢？没人投资，这些初创企业哪有呢？所以说这个资本市场是一环套一环，一个地方有堵点，船身都有。好在 DeepSeek 它虽然没上市，人家是靠量化割韭菜，底子厚对吧？你们不投资，那我就自己拿。于是说，中国投资者开始更倾向于短期回报快的项目，而非需要长期研发投入的创新型企业。DeepSeek 长期依靠先前的资本积累得以维持运营，然而市场上一定还有许多极具潜力的项目因缺乏资金支持而难以面世。咱们以前做过一期节目DeepSeek 得益于中国股市的散户金融消费者，是他们成就了 DeepSeek， 是他们补入了 DeepSeek。DeepSeek 这个军功章上有广大散户的一份功劳说虽然中国的私募风投市场急剧萎缩，但作为国家重点扶持产业 ，AI 领域并不缺乏政府资源投入，许多知名企业以 AI 研发为名获得巨额政府补贴。然而，事实证明，大部分补贴项目并未取得理想回报，反倒是 DeepSeek 这样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初创企业实现突破。这一现象应当引起中国的深思。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 DeepSeek 是一个高度本土化的团队，核心成员多是在中国本土出生、成长、接受教育的工程师，而非依赖巨资引进的海外归国人才。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存在墙外开花墙内香的现象，政府主导的学术界和科技投资界往往愿意重金引进海外人才，甚至设立专门针对海归的项目和基金。然而，从科学和学术界长期观察来看，中国本土人才实际上构成科技和科研创新的中坚力量，但在现有激励体制下，本土人才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虽然成绩斐然，但依旧工资低、待遇差。一些海归人才则在借助政策红利获取高额补贴，却未必能为科技创新带来相应的回报。这种现象也值得反思说鼓励创新的心理学机制，心理学早有研究证明，物质的激励可以加速机械化的工作，却难鼓励创新。咱们一直说这种创新这种科技的进步，你也很难规划出来。物质激励也是一种规划说激励带来的压力和急于求成的心理，反而会阻碍创新。中国的产业政策依旧依赖政府补贴激励，在基础加工阶段，这种补贴政策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在如今科技创新的新阶段，从全球经验来看，这种政策注定收效甚微，甚至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科技创新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越是急功近利，越是一无所获。创新需要的不是充满竞争压力的竞技场。说 DeepSeek 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秘诀就是它像一个自由可
科研的实验室，而非一个以业绩考核为主、压力巨大的商业场所。DeepSeek 为工程师提供一个宽松、自由、舒适的工作环境，正如现代心理学对创新环境和研究高度契合。美国作为创新大国，并非依赖政府补贴，而是学术机构和成熟的商业市场愿意资助科学家自由探索。创新往往在意想不到的角落出现，因为从0到1的突破总是难以预测。尽管 DeepSeek 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仍未完全实现0到1的创新。因此，中国在科技创新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文章啊，他就认为 DeepSeek 它不是0到1，但是你也不能否认 DeepSeek 取得的成就。文章说啊，中美科技大战花落谁家？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最近 AI 行动峰会上的言论带有火药味，直指中国。未来 AI 发展的竞争将集中在中美两国之间，因为 AI 的进步离不开大量人才的储备、基础设施的投入、电力以及大数据和市场的应用，这使得小国很难与大国抗衡。这个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人工智能目前看就是中美两家在玩，不管各自定位是什么，但是你看其他国家基本上很难再追上，至少目前看是所以美国显然正通过本土保护主义和限制技术出口等手段，试图遏制中国 AI 的发展。但是在 AI 领域，单纯的保护主义政策往往难以奏效，因为这是个从软件到硬件都高度国际化的行业。然而，美国之所以仍能推行这些限制措施，正因为尽管当今科技行业高度细分，美国依然掌握着大量的0到1的底层基础技术创新，而这些核心技术才是真正具备卡脖子能力的关键，对吧？有大量的0到1的这种科技创新还是在美国人手上，我们还是缺0到1就我以前的节目经常说我老拿移动互联网举例子，二维码支付、短视频、流媒体，甚至连团购、电商，那哪一样是咱们中国的呢？没有原创连那个 QQ， 对吧？这些东西都是美国的或者日本的，但问题它这些反而在中国发展的更快所以我以前就说了，人工智能这一块，对吧？美国在创新，在科技这块肯定要领先，但是在应用这一块恐怕又要让我们走在前面了。这个 DeepSeek 就是个例子，就是技术是你美国人搞出来的，但是应用那就不一定了。你搞出来那么贵对吧？用不起也不好用，成本太高，应用场景少。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中美科技合作，那是人类之福如果双方就这样掐着，小院高墙，技术封锁，那实际上这是一大损失，那人类这一块发展就慢一点。联合早报最后说然而胜负还未盖棺定论，谁能真正引领0到1的创新，谁就能在科技竞争中立如不败之地。这个说的对你核心还是0到1嘛，没有0到1，你后面那些应用、那些优化、那些集成从何而来呢？叫皮之不曾，毛将焉附呢？但是虽然目前美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但不意味着中国毫无机会。历史已经多次证明，真正的创新往往来自意想不到的领域，而这本质上是一个概率。中国作为拥有庞大人才储备的大国，具备天然优势和潜力，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转变思维定式，优待科研人员，构建更加自由开放的科研环境，让市场在产业资源和资本分配中发挥更大作用，而不是一味奉行以政府补贴作为物质激励的产业政策，倾斜大量资源给少数所谓引进人才和扶持重点扶持的企业。补贴永远只能促进追赶和模仿，无法成就真正的创新。这个文章最后结论呢，非常赞成，就是你补贴你只能补贴出那种模仿、追赶、弯道超车，你补贴不出真正的创新。也就是 DeepSeek 也不是你补贴出来的，你要说补贴的话，那是散户补贴出来的，不是政府补贴出来的。所以这些产业政策那只能用来追赶，不能用来创新。那怎么创新呢？我觉得作为科研创新，咱们粉丝里面有很多搞科研的，科研创新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宽松的思想环境。如果你的思想都受到钳制，
对吧？你言论也受到钳制，哪来的科研的创新，哪来的科技创新，对吧？你连跟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技术交流的困难都受到限制。这个华为的任正非啊，他对吧，在大家比较关注的，谈论比较多的最近这2年开的某个会上，任正非说的啥呢？这是港媒报道的啊。这个任正非啊，在那个座谈会上提出警惕科技业表面繁荣。所以说啊，这个任正非啊，某些时候还是值得人尊重的，对吧？什么遥遥领先啊，麻婆豆腐、回锅肉遥遥领先，这也是任正非说的。任正非在这个会上他说什么？他说，据香港媒体报道，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现场发言时说啊，尽管中国在智能驾驶、半导体等领域取得显著进展，但仍需警惕表面的繁荣掩盖内功不足。你看这个联合早报说的0到1，基本上调子是一致的。港媒星岛日报报道啊，说星期二网传他们在会上的发言摘要，任正非表示啊，尽管中国在智能驾驶、半导体等领域取得显著进展，但仍需警惕表面的繁荣掩盖内功不足。他呼吁民企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如全球化布局，以应对全球科技竞争的挑战。任正非称啊，未来5年是中国科技产业的生死窗口期，民企必须成为全球技术规则的制定者。他还透露，华为已启动备胎计划2.0，联合中国2000家企业重构半导体、工业软件等关键领域的生态系统，目标是2028年实现全产业链自主化率超过70%。昨天啊，马斯克啊推出了他的就是优化升级版的 AI 模型，但是啊，我在网上看很多人测试了，说效果啊还比不上 DeepSeek 啊。当然了，这也是一家之言。马斯克说啊，他那个人工智能是当今是最聪明的、最智能的模型。按照理论上啊，应该是马斯克的要更先进，因为他可以无限制的买英伟达的那个 GPU 最先进的芯片，他已经买了多少万张，就是他的算力是无穷的，那远远超过 DeepSeek。所以说他那个大模型啊，超过 DeepSeek 也是应该的，但问题是他没有超过。当然了，不代表说未来啊，超不过，至少现在。所以最后我们再说一说这个联合早报这篇文章，我觉得这个才叫振聋发聩。正因为 DeepSeek 啊目前取得这些成绩，我们应该叫引以为戒，叫亡羊补牢，犹为未晚。什么叫亡羊补牢呢？也就是我们要调整改变，对吧？什么以政府导向，什么政府补贴去规划，搞什么产业去追赶超越。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对吧？要善待这些科研人员，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千万个 DeepSeek 这样的公司啊，实际上就在水下，他们就被政府无意中规划掉了，对吧？如何让他们能脱颖而出？首先是创造一个宽松环境，对吧？要善待这些科研人员。这个 DeepSeek 也是个小公司啊，才100多人。第二个就是资本市场，对吧？现在就发现了这个资本市场要跛脚的话，那更耽误事。千万个这样的小公司，他从哪儿找钱来支持他研发？这都要花钱呐。你靠政府投入，政府去规划，那全打水漂。就像过去的这么1万亿的什么芯片基金，搞出个啥出来了，对吧？芯片大基金嘛，大家还记得吧？这个都应该是民间资本去投资，对吧？千万个杭州6小龙这样的小公司，你喜欢你就投资啊。但是我为什么投资呢？是因为能赚钱。那怎么赚钱？这个企业如果活了，它可以上市，从资本市场退出，我投的100万变成1个亿，涨了100倍。只有这样，那就可以跟更多的资金去投这些小企业。这个风投啊，都是投10个项目，只要成1个就行，9个项目黄了不要紧，1个能上市。所以这个就急需你的资本市场这个路，这个堵点要通。你看是不是恶性循环？现在资本市场有种种原因，它就下跌，一下跌，那散户就喊着 IPO 要停，不能再融资了。IPO 一停，一级市场啥也没了，人家为什么要投资啊？投了这个没办法退出啊，是不是恶性循环？然后好的公司出不来，上市的都是一些垃圾公司来骗钱的，虚假这个欺诈上市，做假账，夕阳行业它都能上市，这不就是变成害群之马？你看堵点在哪？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各个地方政府、国资现在开始成立基金，对吧？你像深圳、苏州到处都有国资委、国资成立的这种股权投资基金，这是个不好的现象。像这种就应该民间资本投资，赔了是你自己承担，赚了也是你，所以投资人他就会紧张，他就会为这个负责。你说这个国资成立的这个股权基金，赚了赔了都是谁的？都是大头的，跟他关系也不大，所以就会出现劣币逐良币。好企业你得不到投，那些坑蒙拐骗、那些贪赃枉法的企业反而能拿到投资，投完这个可以分呢。所以说啊 ，DeepSeek 既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的警钟。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